女。你講了解喎，你講我了解，我就笑場。喂，你要梅菜 Q 鳥客際談。大家好，我係阿錢。好，來子路。好。今日來講一隻馬來西亞十分熱嘅事情。就係關於一隻460嘅 burger 啊，一個漢堡嘅故事。講嚟聽我嘅故事。460扣馬幣啦，馬來西亞銳啦。第一發生在就 KL 事情。就一開始嘅時候，就阿陳就拿過來看講，你呢個460嘅 burger 嘛，就好熱咯，個雲地哦，就來看咯。而係咁樣嘅，一開始就係有一隻群組啦，就所謂群組講法一代年啦，所以就 group 入邊講法啦，就講就妹仔嘅生日喺打嘅。那啲到佢就講哇，可唔可以做 party 啊？可唔可以出來一齊慶祝啊？咁樣啦，好開心嘛。然後嗰個時候有隻男仔就坐啲背後，好腼腆，又好唔係講好吃出來講，哎呀，唔係講好食咯，嘛，梗係咁樣啦，就好像唔係講好吃菜啦，因為唔係講好食，唔係講好食，但啲 boy 嘅代其他人咧，我就叫一個妹仔生日，一個妹仔就講你出來啦。你嘅哪一類型嘅電話，就是多少？有啲意思嘅嘛。嘛，就係有種開玩笑嘅咁講啦，搞笑咁講啦。然後過後哇，個男仔真咧，就去咯。那到去到時候就講，哎呦，看到哇咁高級啊！但係做一陣唔係講好，可能有樣又唔係講好解啦。然後係要就一隻生日咧，妹仔咧係印起來，放喺 Instagram 啊，就放嚟講嗬。嗱，佢睇住到高歡啊，而家講搭台嘅咁樣啦，熟的但係嗰個時候看到其他資料講，好像叫做好像真係唔熟的誒，就貼擺咁靚嘅啦，嗱唔知道佢真係假啦，佢講，按種線索嚟看咧，反而是，主要啲線索講好像真係唔熟的啦，過後就來了，見到其他妹仔，哇，點400幾 K 啊爬，然後400，要到可能叫到累400幾條嘅龍蝦嘛，條雪啊嘛，那就出來一單差唔多4000條啦，3000幾，唔知3000幾4000啦，3000幾啊，那就到我平分哦，哇，8個男仔都講好啦，都出來嘛，哎呦都 join 嘅嘛，都一齊嘛，就講。好啦，平分食一隻88 K 嘅 burger， 就按半一隻460 K 啦。其實你係要周兩半咯。對，要半，因為點講咧？哎呀，算啦，佢半咯，而且我去啊嘛。我哋過後行到半到咗460喎。我哋好奇怪喎，做乜我半到咗460咧？對面看到係講，係個妹仔嘅一款，食嘅一款，愛嘅男仔出晒。個男仔覺得做乜咧？做乜男仔出曬咧？佢就唔會搬啦。你講你家講一齊平分，你其他人都一齊平分，要8人叫你一齊平分很好嘛？做乜家講我哪出曬咧？又唔係講我做埋喎。嗱，個男仔又冇講我醉啊，你咪啲啦看啊，然後過後後咯，嗰隻妹仔嘅朋友，咁我就唔係講開心嘛，即係同啲朋友講啦，我哋。個朋友都放在Facebook 就講，哎呦，share 嘛，食東西。啲陽曬嘅對話記錄啊，一個講話。佢就問我，而家講，一開始而家講，哇，做咩？做乜係好多人身攻擊嘅男仔啦，然後又講，做乜街每半日用那個抗人嘅東西，我想要我最一妹仔用眼啲幫你買成分就係啲係咁講出來啦。過後話，跟住網友一面倒通通。企在男仔嘅位喎，好奇怪。但係咁樣看下來嘅話，係真係個男仔係講唔大啦，係講真啲事情冇問題啦。過後嗱會跌到，過後好多東西就慢慢出來。就你講嘅通話記錄嘛，係講人哋真係解。所以過後個男仔行出嚟講，哎呀，點計較啊，唔計較啊。其實咧，然後真係唔計較啦，講。
咁每隻打發同佢講對唔住嘛，梗嘅，然後要講好了啦，嘅老細講冇咗8年嘛，梗係，其實我就跟他講出來，就講我哋討論下關於安樣嘅東西啊，安樣嘅課題嘛，梗係。其實我都看那個資料，其實通通也唔係講鐵嘅數了，所以佢講係差唔多7、8、8甲嘛，乜雞東西都有嘅，啊，然後咧。很多唔是講有啲人家加油加火啊，唔好講加火啦，因為真係加油加醋。然後已經變咗好多種版本出嚟啦。到連啲都頭先係講嗰個所謂嘅人家講嘅通話記錄啲 boy， 都已經變質了，已經變到唔係原本啦。唔知道係唔咩啦，因為可能有種幾多東西就唔係。就種唔係原本嘅年事啦。他講你飛出安裝出來很好嘛，你通話記錄嘛，你都可能裝嘛，喺度咪。保留啦咁樣，嚟可能嚟看呢地方啦。OK，而家咧就講下咯，其實。你看埋依家啊，覺得男仔妹仔咁嘅東西係咧，birthday 啊，即係生日嘅東西係冇買 comfort 啊。係咯，其實講起來，一個男人去一隻一隻妹仔約去，即係男人可能要閃爽咧，一隻妹仔一隻。你一個嘢要講意思咧，可能咯，因為你就冇就係種 flirt 啊，就講種去撩啊，撩男仔，男仔，男仔多多少少去嘛，然後去買一單 birthday，然後咧就想講，哎呀，反正就有的時候你覺得說需要去見識下，然後知道到原來唔適合嘅情人那種咯。但係咧，就是要講下咧，有的時候男人也唔需要太過自卑嘅。也唔是要感覺到一天愛去到做足買東西嘅，因為有的時候男人也係愛曉保護自己。咁你覺得嗱個佢做到也係唔錯，係二半二七㗎，OK，有評分嘛？OK fair，公平嚟半。但係另外就462足唔半哦，幾點其實你覺得唔錯啊，佢就講嚟唔半。因為嗱，有時候冇講啊，一半嚟買，要講可能也好難講唔地道啦。係咯，你可能你可能將一開頭嘅妹仔約兒嘅妹仔冇同嘅男人成講咩到底愛唔愛半啲比率嘛？但你冇想取一 birthday party 啲 boy 啦嚇，因為男人其實而咧係咧，而身為一個男人係咧，你感覺到你去 party 唔對路，你去 party 唔對路，天你同雖然講你對一妹仔可能係有意思嘅，但係。問題係，你都唔同佢講啊，你係買年紀係買命咯，連命都冇溫交換到來，你就竟然就不能道理，至少係啲係咁啊，係啲係咁，因為我講嘅係，因為你有的時候你需要到讓那人來帶你去一個地方去見呢個人嘅時候，意思就講其實你係唔同，嗰個人有基本嘅一個認識過，所以你好難去。所以至少在從嘅事情啊，你得知道到其實你兩方面其實都冇真正識到嘅嘛。所以意思係講，你去到那種人家食東西嘅地方，又昂貴又係人家愛做 party 嘅時候，你有的時候咧，你得多少嗰種敢做啲東西嘅，你唔需要太過去講，哎呀，男人啊做冇面子嘛，梗係啊。好啦，講下意見啊，覺得講其實係樣嘅。你那就分好了種啊嘛，佢可能咩講好真正好深入了解嘅到底係冇萬年年，好像叫做我仔去去嗰個 restaurant 嘛街，然後嗰個種，你要覺得啲男仔唱水魚嘛，食飯咧唱嘅本安排到前次就咁多。最後種好像唔識得，然後哇佢喊出來呢，其實我覺得喊出來幫自己補。本來啦。嗱，我覺得嗱，要慶祝一個朋友嘅生日，係好熟，要基礎嘅了解先咧，嗱真係去嘅，嗱咪講，安樣去，安樣無對去，無最後向問清楚講，到底去哪裡食啊？要問人去嘅，然後問多少那基本資料啦，自我保護嘛，係冇？其實男仔需要，我覺得10萬年都係需要嘅，就安樣嘅東西，一定他。你網絡識人啊，男仔佢都網絡識人，你在網絡上識人啊，其實。但係上線都通用嘅，上線。那就好，睇啦，就好多種人咯，而家冇萬啲人都有咯。然後就係有一點就係覺得，
戲到係夠好啦，OK，其實而家係要做足蚊子啊，喺夠好嗰時候，要愛日本啊486冇講好嘅時候，哦，佢唔可以搬，係樣，但係覺得難啲都記得喺嗰度妹仔先，喺嗰年代代表大部分咧馬來西亞妹仔啦，係咁樣係嚟咩咁樣嘅，係覺得講見下嚟希望嚟來嘅生日咧朋友係好熟嘅。真係就同佢慶祝有卡年啊、朋友啊，然後嚟有講嚟嘅歡喜，指定我就年出啦，加講要當年同佢出 OK，嚟有看啊，嚟有看情形，冇咗佢度一齊分擔買禮物嚟嘅就 OK 啊，就少啲嚟啊，係咁買換下朋友嘅，就一齊分擔咁樣啦，即係咁，人就玩看法。男人唔需要太過在乎所謂男人嘅東西啊。你冇其實你冇意思講，你就當個機會加嘅事情來講，男人就其實有的時候你唔小心遇到那種地方嘅，然後你意識到嘅，然後你愛冇買那種投資，當然，就像阿魯講嘅咯，你去這度。人家這個派對啊，就人家做節目啊，你當你唔識得你，其實係覺得，你其實係點樣？你看其實係最近呢，了解到原來係第二種做嘅。你看你去人家 birthday， 你去嘢，就好像頭先前年，你有意識到你開始，哎呦，唔通就係佢哋愛多出一份。幫忙出路嘅他家伙嘅，當你有給他提到這個事情的時候，就好像在討論呢邊的事情，下面一份88塊嘅hamburger，下面嘅，然後，哎呦，佢傳來，就，哎呦，試落聽法，可能，哎呦，沒事，OK。哦，但係聽法哎呦，有啲急事咯，哎呀，但係幫他做就講太多東西，你咧 burger 你就拿過去本啲birthday 妹仔你講，真係有啲事情一定要做年，佢有100克話當作分年出嚟啦，然後咧啲分就當作係半年嘅祝福你啦，咁啦嚇 ，OK，拜拜。其實咧，其實係學來嘅，因為睇到人家講嘅東西，哇，講我個人真係厲害。因為講真啊，你有的時候，你見下 internet 那種傳法啊，變成有啲人家講男人啊就哎呦女啊，冇女就咩男人啊，就我都其實咁樣都人對於你冇可能講真真你啲女嘅嘛，所以你你啱跳半啊嘛，其他你自家自由，還有。你冇識有冇仔結婚了喎？你所以就講，有的時候你出嘅錢，有的時候你有時候賺來啊，你就算係見到係學到嘅，但係你本來係咪學到嘅東西，只係拿出嚟拍威啊，一樣本嚟掉個可能嚟做嘅時，可能會做年，但係係冇講做得很好。經驗好重要，你係買啦經驗。講真，呢啲事情真係搞咗好多年，好多東西。覺得好多年啦，喺nhiều嗰經驗嘅啦，就去到然後買書，開始咁樣嚇。講真啊，你啦，哇！你其實唔單單講佢搞嘅年代關，就我冇萬樣去走路嘅咁啊，行走路。然後其實咧，而家同人家講嘅好多東西，就係原來馬來西亞一隻咁樣嘅事情，有啲傳得很厲害啊！有啲寫新聞時事咧，有啲嘢嘅。事情也有寫超過200波，你得想象下，你寫新聞時事，馬來西亞很多事情發生，但係今年佢哋破水單要寫都得寫到超過200，你就得想象下。那冇買看人哋嗰東西嘅，就冇買看到。因為一般咧，有啲人諗下有一看注意到新聞時事咧，你寫東西嘅事，所以當發現到哇，如果寫超過200波水本地嘅事情，哇，你得想一個分量係幾大嘅啦，你。依家馬來西亞唔注重在有嗰種八卦新聞咧，一個國家。其實我哋叫做見下係愛炒熱度、炒熱度，有熱度嘅東西叫做炒，連時事啊叫做網絡上嘛，好多年輕人嘛，年輕人我最看呢東西嘅。頭先學到嘅方法咧，幾年咧，而係要講個，哇！馬來西亞就係一隻硬線性嘅地方，就10年來佢都要可能要繼續發展嘅。你好注意，其實
马來西亞嗰啲嘅趨勢啦，而家有趨勢啦，在網絡上啦，係啊，不過偏向的那種連續劇啊。係咯，所以或者講到東西就係，有時候就算人講嘅男人唔一定講我要累，但係我聰明，我知道乜嘅時候，我盡量咧做到嘅啦，事情要做對嘅東西。無奈覺得啦，覺得加工做全鋼機，按每半得咋，每就嘅款式白料咧，嗱覺得係嘢次要。唔係講件要累唔冇累嘅問題，萬年都好，佢係嘢次要，因為一開始冇講好，係你實細個好冇講好，你喺過好做喺屋企而爭地道嘅東西，咁我就有識隻嗰種同佢講嘅，或者拜年喺度所以就焗啊，就講煮得煮啊，或者一隻半年偷嘢落嚟偷嘅就東西咯，所以如果覺得好咗後唔夾面啊，對，其實就唔係講好嘅啦，那種做，其他嘅種做。是東西嚟同阿 Lu 又講下啲重要東西啦，今天就係弄成嘅啦。好啦，好，拜拜，祝你發訂閱、按讚、分享，還有開啟小鈴鐺。講起來，我就一個400個都好冇。好啊。好，拜拜。